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8420个本土病例，今仔透早已经有2000栋的儿童 BNT 疫苗送到台湾。美国甲台湾的旅游风险提悬到第2级的中度风险。另外，美国印太经济计划最近嘛会公布。花莲受风向昨暗一桥倒摆的民众启动着一只伫路林的牛不幸死亡，警方已经找到牛的主人来调查咯。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67个境外病例，28420个本土病例，有5例死亡。另外，外界这支是命一快筛试剂一支100块，卖了伤贵。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甲新加坡、甲德国、日本这国家比起来，其实咱的快筛试剂是较俗的。那么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28420。死亡的个案有5例，境外移入有67例。20多岁有接种过3剂疫苗的女性本身没有慢性病史。4月26号的时候开始有出现发烧跟腹泻隔天报告回来是确诊那采取居家照护。然后后来有出现这个腹痛以及呕吐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就有叫119送到医院的急诊去，血压偏低有这个休克的一个脱水或休克的一个状况所以就安排住院住到加护病房里面去观察发现说有呼吸衰竭跟这个许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一些状况那不幸在隔天的时候从26号发病到5月1号过世那但是病程比较急速变化的一个个案。没有症状跟轻症的成人那以前是75岁，现在修订成80岁以上。才到医院。以下没有症状轻症的成人就不要到就不会收治在医院，除了怀孕36周以外。主要在大家买的是罗氏所以当然列出新加坡大概有166，泰国206，德国253。那美国现在缺货，那日本每一剂380元。我们在台湾卖100块，其实很多的一些物流的费用，相关的费用是由政府来吸收的。逐工拢有真侪民众排队要买快筛试剂。最近在野党是质疑讲试剂价格上过悬。部长陈时中今仔是表示讲，爱用同牌子的试剂来做比较。嘛讲因为目前疫情的拖，社会需要大量的快筛试剂。部长希望话唔通乌白团。另外，针对美国提悬台湾的旅游警示，陈时中嘛讲，美国会按照疫情的风险来做调整。现阶段，咱台湾的疫情确实会拖烧。新冠肺炎疫情当地滚价，民众对家用快筛试剂需求增加。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快筛试剂欠命制实施1礼拜，药房外口逐工排队是排到落长。那立委质疑讲，快筛试剂价格伤贵。40-50块的也要看各种厂牌的不同嘛那我们这厂牌现在我们这100块是罗氏的厂牌，那要用同厂牌来做一个比较了我想大家在社会这样有需要的时候，那尽量不要混淆视听嘛。针对指挥中心规划第3档的注射率超过7成以上，未来做过3档疫苗加上快筛，就会当取代居家隔离。虽然还未定案，不过有立委讲嘛要注意中重症比例的济少。但是中回应讲，整体中重症比例希望维持在1%以内，看来要是有法度控制掉嘞。我们希望把这个中重症压在一个，就是说，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底线上，是你的一个目标呢？如果未来要快筛取代居家隔离，那必然是我们的疫苗的涵盖率和社会的保护力越高，那这个方向就越可以做。但是中央阁讲，按算6月底进前会有1亿3千万至1亿7千万剂的快筛试剂送来台湾。也若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把台湾为低风险的国家加权做中度风险的国家，而且建议因的民众唔通来台湾旅游。但是中讲，这是美国家己根据疫情的风险来做的调整。实际上，台湾的疫情确实还在滚价。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有2000栋的儿童 BNT 疫苗送来台湾。另外，莫德纳最近嘛公布6个月到6岁囡仔注疫苗试验的结果，发现讲注射了后发烧的比例是比6岁到11岁囡仔佫愈较低，嘛无死亡的案例。另外，针对咱国内有一寡快筛阳性的民众无通报，家己就关伫处理。意思是提醒讲，着爱注意病情的发展上好嘛是爱通报。
为5月底要选棒球选手，大东县第一批囡仔疫苗注射选择红桥国小组，全个学校46个英组的学生有39个同意，比率有84%。我们的学生数只有1万出头，那可以施打大概9000多，那目前都把同意书发下去，那有的是选择莫德纳，有的还是在等。另外一种学校和学生做完疫苗了后，加休困这2天唔通做高强度训练，尽量只做新点操。不过，因为有寡家长对莫德纳疫苗保持观望态度。莫德纳最近也提出第2、第3期临床试验的结果，针对差不多3500个6个月到6岁以下囡仔，疫苗剂量比6岁到11岁囡仔各减一半，共款做2期。我们发现说，这个2到5岁。大概可以减少1/3的这个有症状的 Omicron 感染，在6个月到2岁呢，降低了接近1半。为安全性评估来看，临床试验当中发烧比例6到11岁囡仔较低，无发生心肌炎甲心包炎这副作用，也无死亡案例。所以莫德纳伫4月28已经向美国 FDA 申請6歲以下囡仔新冠疫苗緊急授權使用。另外，國內疫情PCR量能緊張，醫師提醒快篩陽性民眾，若無通報關喺厝內有一定的風險。比如說準備一些普拿疼啊，降低發燒疼痛啊，準備一些抗組織胺啊，減少流鼻水、鼻塞這些症狀。可是我們最擔心的是，這個人變成肺炎，甚至再繼續往下走，變成呼吸衰竭。黃立平表示，65歲以上老大人，或者是有糖尿病這慢性病史的民眾，攏是具風險族群。若無經過通報，就無法度摕到用這抗病毒的藥啊，所以有狀況一定要去看醫生。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桃園有學生發燒去做完 PCR 檢驗後，佮轉去學校上課，學校接到衛生局的通報，講學生確診咯，才趕緊停課。衛生局是提醒哦，一定要等採檢的結果出來，確定陰性，才會當佮出門，無會防處罰。桃園團處學生頂個月25日因為發燒去做 PCR 採檢，疑似等於小學上課。學校接到衛生局通報，知影學生確診，才緊急停課，高課來接觸老師甲同學。不過，這學生已經上課3天，引起班頂其他家長的不滿。29號衛生局來通報這個家長，小孩子是這個篩檢的結果是陽性的，所以說這個家長才把小孩子帶回來。因為班上還有其他20幾個小朋友，所以家長非常的生氣。針對學生PCR確診去上課，衛生局表示會調查確診個案有感染別人，應依照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防治甲紓困進行特別條例，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20萬以上200萬以下罰金。民眾如果到社區採檢站採檢後，請在家中等候結果。如果必要外出，請全程戴口罩，避免到人潮聚集或不特定的人員進出的一個場所。新冠肺炎疫情在校園拖真緊，桃園市自3月1日平定區當時國小有學生染疫停課以來，全市有超過3000個師生確診。今日是全校停課部分，有離園甲國小以上到81間學校。記者綜合報道。台中市昨一日增加上千例，因為快篩陽性，但要做 PCR 的民眾真濟哦。今仔開始有6間大型的病院啟動快篩陽性得來數的採檢服務，來方便民眾。戶外採檢場外口攏是人，民眾是真壓榨，因為台中一天的本土病例已經超過1000例。6間病院宣布啟用快篩陽性採檢站，民眾只要快篩陽性，就會當摕身份證甲健保卡。閣有包好的試劑到現場做 PCR， 伫室外就會當完成掛號、看病、摕藥啊，閣有納錢。可以把病人的一些症狀做一個區分，做一個鑑別診斷，然後之後呢就開出處方簽。那這些處方簽由我們急診的臨床工作人員呢去幫病人到急診藥局去領取藥物，領取回來之後呢就直接交給我們在這邊候診的等待的一個病人。病院伫急診室外口設戶外採檢亭，互自費甲衛病採檢區和快篩陽性的採檢站分開，民眾毋免入去室內看病，增加群聚的風險。台中市衛生局表示，快篩陽性的民眾若干那要做 PCR 是完全免錢，毋過若閣要看病領藥啊，就要收掛號費甲部分負擔，藥的種類也有限制。可能有發燒、身體痠痛、有止咳，可能甚至有點鼻塞。甚至有一些人有腸胃炎的症狀，
所以这个药物的种类主要也是针对你这些症状来提供。那抗病毒药物都比较特殊，原则上这个是要入院以后，经过医师的评估需要使用才会提供。台中市府强调讲，民众采检了会当转去厝领等待结果通知，未来阁会增加病院来设这个快筛阳性体检站的服务，增加采检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龄，最近病例数嘛增加真多，尤其是西梨上多哦。县政府是表示讲，主要是因为西梨果菜市场来去的人真多。也毋过西梨公所是认为讲，县政府直接点名果菜市场，毋但会造成民众的惊吓，嘛影响到市场的打商佮农民哦。因要求县政府应该提供免费的快筛试剂，予果菜市场的打商来使用。大货车载满满的菜色水果要进入果菜市场。拢要经过有消毒装备的出入口。最近云林县西梨镇疫情清悬，对5月初1到初3已经有127个人确诊，是全县上多的。云林县府初3疫情直播当中表示，可能是逐天出入市场的人多，在地民众感染了后，搁为何处理的人？因为疫调现在比较简化嘛，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很明确的说指出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只能够说可能是因为人的一个南来北往的交流也是一个成因，但是最主要应该是整个社区都有一个感染源的存在。这是早起云林县卫生局赶紧培会，表示也无法度确定市场就是感染源。不过针对这个讲法，西梨镇公所是认为讲，县府直接点名果菜市场，恐惊违反指挥中心未搁公布确诊者行踪的规定，嘛影响市场的交易。那如果你引述说是因为西螺果菜市场的人员流动，造成我们西螺镇的一个传播链，它再传播过去，我觉得它有失公允啊，而且它也严重的伤害在我们市场里面辛苦工作的农友、盘商，跟也会影响到全国其他的盘商，他们是不是愿意进到我们市场来交易？口罩什么啊？警察嘞，太消毒啊呢。有农友表示，即马出入市场拢会加强消毒来保护家己。也那西梨镇公所是强调讲，果菜市场81个工作人员，有80个已经注满3档疫苗。大港市场嘛拢会做好消毒。望县府会当比较台北市政府，提供5000剂快筛试剂，互市场无爽快人员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路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哦，昨去药局要买快筛，号码牌领了，人就离开。搁转去药局的时阵，快筛试剂已经卖了咯。伊正上去吵吵闹闹，搁恐吓药师哦。这个药局报案，民众嘛向医生地检署侦办。几个警察赶去现场，因为因接到报案，有人伫药房转医转到乌白团。这个快筛让他抢，他就把号码牌抢走。号码牌抢走之后，我说那我就报警。他在里面给我开桌，然后乱踹我的椅子那些的。药师的情绪是真激动，因为有人客买无快筛试剂，一个无欢喜尔，就伫咧药房吵吵闹闹，了后就转做伊走。应该是快筛了，买到了，然后他没有来拿，然后就是卖给别人了。那个药剂师卖给别人，他就不高兴，来拿的时候不高兴就踹桌椅啊，就这样。代志发生伫咧初3，一个姓林的查甫人迄天中昼去路口的药房领号码牌，不过开始领快筛试剂了后，药房讲对方一直拢无出现，嘛联络袂到人。过几啊点钟久，拢已经过号去啊，这个查甫人才阁出现，讲要来买。不过药房的快筛试剂早就已经卖了啊，对方因为买无，剩地一个夹起来，就甲药师乌白碰。与药师发生口角冲突，拍打桌椅，并将号码牌带走，将其行为讯后依强制恐吓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调监视器了后，去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因兜，甲人抓起来。警方以强制罪、甲恐吓等等的罪嫌，甲伊移送地检署。不过因为买无快筛试剂，就伫咧药房乱，即马伊就要为伊失控行为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传出讲北部有一寡大学唔知要安怎来处理确诊的学生，教育部昨嘛甲大学开会决定讲，若是学校会当隔离的宿舍无够，指挥中心同意讲会当申请，甲学生送到集中检疫所。若是学校决定讲要征用宿舍，健康的学生会当去住学校附近的旅馆，教育部会来补助相关的费用。无确诊的学生甲确诊，阁有隔离当中的学生住做伙。确诊的学生互安置伫咧灶骹，快筛阳性的学生伫咧会议室困涂骹。这波本土疫情爆发了后，虽然所有大学去互伊讲隔离的方式有问题。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规定也很乱，所以你说当然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但好像其实也没有办法。较近甲隔离的学生增加，大学的空间有限。教育部初三，佮找大学的防疫长沟通，而且决定讲，原则上会协助个案转去厝。若是无法度转去的，会安置伫咧学校的隔离宿舍，也是校外旅馆。若是即寡所在量拢无够，会当甲地方申请集中检疫所。若是真正拄到困难，教育部会当请指挥中心协调。地方政府这里，部长您跟指挥中心有没有沟通好？会不会又发生中央地方把这个确诊学生互踢皮球的状况？如果有确诊的学生哦，我们可以直接协调这个集中检疫所来暂时的做好比较适切的安置。那大学定用隔离甲检疫的宿舍床位，达到全校宿舍床位的5%。教育部补助隔离1床1万，检疫1床5000。健康学生若是因为宿舍去互征用，会当选去住学校附近旅馆。如果他们出去外面去处理他们自己住的问题，那是给这些学生的这个费用。他本来在学校有缴住宿费的费用，那到外面住一定不够。那我们希望我们跟学校就是要来协助。潘文中强调讲，转去厝的防疫客停车钱，健康的学生住伫咧校外旅馆的相关费用拢会补助。开偌济就会当报销偌济。另外，为着避免时间差，只要学生快筛阳性，学校就应该看做新的确诊个案，暂停现场的课程，开始做疫调，相关的机制嘛要随启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 CDC 甲台湾的旅游风险对第1级的低风险提悬到第2级的中度风险哦。美国媒体嘛讲，这对台湾来讲唔是好消息。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讲，各国拢有因家己的标准。另外，美国印太经济计划传出讲，最近就会公布，咱台湾嘛有争取要加入。台湾最近确诊数一直增加。外电报道，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升级真侪国家的旅游风险，其中将台湾为第1级低风险调悬到第2级中度风险，等级比中国较悬，无建议去旅游。美国媒体 CNN 就指出，对台湾来讲唔是好消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标准。那如果说看我们最近疫情的这个发展，的确是有升高的这个趋势。但是美国 CDC 的发布的这个警示的话，并不是说禁止来台湾。最近台美合作秘册，美国推出印太经济结构，传出最近特别公布，台湾是不是应加入也是未知数。进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到未排除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认为，台湾理论上会伫内底，正积极的争取当中。这个 IPEF 他们是对外开放的，那到底我们台湾能够参与哪一个层面，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参与？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感觉说都在争取当中啊。在争取当中，还是我们自己感觉说我们这亲像火车讲类火车我们是类邀请。另外，一向支持台湾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欧初三提出一部促进台湾和平法案，要求美方优先处理对台军售案，唔通阁限制未予台湾武器爱做防卫性质。法案也呼吁美台紧密共同训练计划，包含进行完整规模军演，增强台美友好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新营一个姓谢的查甫人，今年3月做爸爸，也毋过伊亲像无介意查甫囡仔，竟然对他满月阿婴仔动骹动手哦。妈妈有甲过程翕落来传互亲情，嘛向警方报案。这爸爸昨下晡就向医生台南地检署侦办咯。拄满过查甫婴仔放伫浴巾的涂骹，互人摸。毋过，这个心肝真凶的人，煞是伊的亲生老爸。台南新营初二亲家发生一桩虐待婴仔的案件，嫌犯好亲像是无介意查甫婴仔，就一直家摸。婴仔老母甲规个过程翕落来，传互婴仔的阿嬷来报案，代志才野出来。伊讲无就翁仔某冤家安尼啦。我翁仔某冤家两摕囡仔出去啦，我当去甲囡仔抱起，然后我听过去。情感拢乌青，伊就讲咩做成因阿公伊就毋知影对阮先生的小可毋知有啥物款的迄个问题，我嘛毋知啦。本身敢若听讲就无啥爱查甫的啦。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就随去现场抓人，初三移送台南地检署申请羁押，已经由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被告所犯的是伤害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伤害行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那法院也裁定准许羁押，做紧急安置的处理。那另外2个姐姐的话，我们已经就是家属在照顾。
婴仔送病院检查了后，医生发现伊的肝指数伤悬，胸坎阁一大片乌青，带院治疗了后，目前无性命的危险。警方也表示，这个案件已经申请紧急保护令也核发。嫌犯阁有2个查某囝，分别是6岁甲2岁，已经交予阿公阿嬷来照顾。台南市社会局也理清事件甲状况来协助，也讨论安全维护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款团历史和平不满海洋保育法草案的审查，伫立法院倒2档咯，拢无进度。因早起是开记者会批评讲，若是无法度赶紧立法来保护海洋，未来海里可能无鱼，只有粪扫尔尔。有委员是答应讲5月30会来安排审查。工作人员甲大型透明的海洋生态展示柜搬到立法院群贤楼外口，内底拢是海洋粪扫，为平常门到废弃渔区废塑胶。积极推动海洋保育法立法的绿色和平指出，目前海底的亲像安尼拢是粪扫，海中生物无小心食到塑胶粪扫，互渔网仔颠条的，欠缺系统性管理。接下来的海洋保育法最大的目标是要整合所有这些海洋保护区的管理内容，并且用生态系统的方式来进行保护。有名海龟保育粉砖海龟点点名1号打出畅水教练吴文杰翕到的画面，显示海龟号翅膀颠条的死亡。虽然法令规定港内3海里是禁用目较细的翅膀，但绿色和平一期欠缺监管的机制，所以呼吁立法院应该赶紧来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内政委员会调委张宏禄办公室嘛承诺会赶紧来排审。有关于这个日期的排程我们是定在5月30号。记者会最后，绿色和平甲电视柜转过来，呼吁透过立法会当互海洋恢复生机。嘛指出，立委关碧玲版本的草案要加强实质执法，设立海洋保育警察，这会当帮助提升海洋保育的监管机制。记者王雄中台北报道。再来看灾害防救法顶一届修法已经是10档前的代志咯。立法院今仔嘛针对行政院通过草案的版本来做讨论，未来会伫直辖市的区公所设灾害防救汇报、成立应变中心哦。另外，立委提出来版本嘛授权地方的乡镇公所成立侦警指挥所，会当伫第一时间来救灾。台湾常常受到风台地动这的天然灾害来算长，灾害防救法伫个顶一遍是伫个民国108年来修法，考虑到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内政部再次来提出修正草案，包含增加直辖市，还佫有山地原住民区。立委关心讲，政府应该要明定有关原住民族地区灾害防救甲善后。我特别针对第12款。有关原住民族地区灾害防救及善后的事项，容后这个不是那么周延。行政院有一些跟包括内政部当然有一些立场，但最后修法的权利还是在大院嘛，是，所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本次的一个修正，授权地方乡镇公所及山地原住民区这个公所得势需要来成立前进指挥所。因若真侪立委提出的版本。因为是现时还佫有就近的原则，就授权予地方乡镇公所来成立指挥所，紧密来处理救灾，来调配后勤资源。行政院版本嘛有增订直辖市、市政府辖区的公所，这个灾害防救业务，包含成立灾害防救汇报，还佫有专职单位，还佫有成立应变中心。不是个行政草案一个提出。原本的预算无够额来应这个灾害的所需，所以就要下部门、下科目来做支援，安尼嘛引起立委怀疑。防疫如同作战，救灾也是如同作战这个是制度上很大的变化。这个对这个就要，所以这个就要慎重。因若讲政府宣布开放山林了后，山区的事故逐年都增加，其中佫以昂山失联，这是主要的原因。出动的人力来搜救，还佫有直升机来搜查，安尼爱开真侪人力甲物力的成本。立委建议讲，纳入去 AI 无人机加上手权来建立新一代关山智慧搜救的方案。内政部回应讲，会纳入去改革的参考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上新的情况。罗西亚的军队佮对马里坡发动攻击，西部的都市利维夫变电厂互飞弹拍到。另外，初一对马里坡钢铁厂撤离的民众，伫初3已经平安到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
西埔都市立维府这个变电所遭受攻击，消防员拼命拍火，彻查暗时空袭警部险点半钟，在8点半左右，因听到市区真一所在传出空袭的声音。人口72万的立维府离波兰边境80公里。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百姓相比战火主要是先到这所在。Удари були завдані по підстанціях, 3 підстанції. У зв'язку з тим є перебої з електропостачанням. Також є серйозні пошкодження в комунальній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і, повилітали вікна, фактично пошкоджено 60 гаражів. 在联合国协调之下，南部中华港市马里坡阿索港铁抢的特地行动，101个百姓已经在车上安全到扎波罗热。Вы не понимаете, как это страшно, когда сидишь в бомбоубежище в сыром мокром подвале, а он вот так подпрыгивает и вот так его качает. Да, военные поделятся, те, которые к нам приходили, да. In Azovstal there were 17, the youngest one 6 months old. There are civilians still trapped in the Azovstal plant. Some of them have been afraid to come out. Some of them probably couldn't make it. It's a huge area. Some of these elderly people that could hardly walk. 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苏克表示，目前钢铁厂内依然有数百人受困。俄罗斯车厂重新展开对钢铁厂的攻击。乌军表示，攻击目标有地下崩坑甲真济掩体。俄军表示，有部分被撤离民众选择留在亲俄分离势力所控制地区。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伫初3有一份报告显示，讲欧洲一档有超过120万人因为体重上过重造成死亡哦。欧洲嘛有将近60%的人口拢有上过大块的困扰。过去2冬外，因为疫情哦，情况是个愈严重。往哪行往哪食，啊，毋过食济煞较无叮当，也是专家烦恼欧洲人健康的主要原因。在欧洲每年有超过120万人因为体重上过重甲大考而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初3所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估算全欧洲有59%人口体重上过重大考。过去2年因为疫情的冲击，互情形更较害。People living with overweight and obesity who had COVID had worse outcomes, more ICU admissions, more deaths. The high mortality that we saw from COVID is the result of our failure to deal with obesity and overweight in the population earlier. 同款的情形发生伫囡仔身上，更较互人烦恼。专家指出，上过重甲大考愈来愈普遍，因为好食阁俗的物件是真济，甚至囡仔拍线顶游戏接受到的是高糖、高盐、高油的食物广告，因开的鼻吸引。1 in 3 kids is overweight and obese in our region. If you're living with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s a child, you're likely to track that into adulthood. 另外，报告也举例，欧洲每年增加20万例癌症病例，直接原因是因为上过重甲大考，真济疾病甲大考有关系，包含筋肉、骨头并发症、第2型糖尿病、心脏病甲至少13种的癌症。要改变安尼情形，要由政府单位实施有效政策。社会建议伫家收集社区唔通阁开外在店，阁建议妈妈家己饲奶。根据社会收集53个欧洲国家的资料，为1975年到2016年，上过重甲大考的比例增加超过138%。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长期关心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昨公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的排行榜哦，咱台湾去年第43名，今年是第38名，赢日本、韩国是亚洲第1，去年香港是第68名，今年已经落到148名，中国佮北韩哦，拢是吊车尾的国家。总部设伫法国巴黎无国界记者组织，伫初3即天公布全球180个国家内底新闻自由因的排行榜。北欧国家挪威、丹麦、瑞典因是徛咧前3名，因台湾的排名嘛对去年第43名爬上第38名，排伫个南韩、日本的头前，成为亚洲的第1宝座。Taiwan is quite literally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PRC's hybrid warfare, including disinformation. Including cyber attacks. And these are designed to basically distort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美国政府关心中共用
假新闻来操控台湾的媒体。国务卿布林肯伫个这个新闻自由日来发表讲话，表示讲会加强台美合作，对抗中共的势力。也若伫个今年，新闻自由度落册上济是香港，对第80名落册到第148名。这嘛反映出北京当局利用立法来甲香港人的言论自由黑条条定死死。伊想讲要来安尼来断绝甲世界的联络。We've seen the closure of Apple Daily and other independent media that has left really a hole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provision in Hong Kong. 无国界记者组织警告讲，这几年来无经过规范的假消息甲政治宣传，伫个网络的平台顶悬一直咧吆喊，安尼嘛加速全球政治势力的分化，甚至嘛成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算讲伫个美国也是其他的西方国家，嘛因为评论媒体追究复苏新闻模式来加深无共阵营的对猜。We saw an alarming number of countries, an unprecedented 28 now that are ranked very bad. 伫个报告内底有观察到28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一直恶化。排名嘛一直排伫后壁，第175名是中国，也若排伫后壁的是缅甸。因为伫去年的军事政变，新闻自由倒退逾10年。目前至少还有60个记者伫监狱内底，也若排名上大底伫顶在学的是北韩。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过来新闻来看，代替工会伫5月初1日动作正常休困来抗议代替公司法条例。工会又搁表示讲，煞来5日节中秋、国庆，搁有年底大选，伊嘛准备要搁正常休困。交通部长王国材是强调讲，会搁甲工会继续来协商，伊嘛希望亲身来主持会议，会当公开协商的过程。望讲5月23调解协商进前就会当有共识。代替的企业工会嘛已经同意。两个势力对撞啊，您自己认为谁赢了？都输啊，都输啊，对对，那谁输的比较多？民众输的最多。5月1号这一天，台铁当讲是无几台火车咧走，台铁公司法修法引起工会不满，今嘛化工啊，除了5日节中秋国庆，就差11月26号投票嘛无要加班。交通部长王国材讲啊，拜四台铁局长会先甲工会来讨论，了后伊嘛要亲身来对话。我们可以开一次把这个沟通会议开放所有的媒体来参加，看大家所表达的，或是大家所谈的，有没有正确？只要有例假这个见红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要来做休假的一个活动这样。包括投票也是。对，因为部长刚刚讲我们来直球对决，我们就来直球对决。到底是你在说谎，还是我们说谎？代替企业工会回应表示，愿意甲交通部公开的对话，直球对决。不过有在野党立委是质疑，也是执政党用国会实出优势来通过代替公司法修法，根本唔免烦恼5月1号的状况再度来发生。但如果说要拼端午前，还是要用院会表决的方式强行通过的话，那这样根本就是激化。部长，谁要负起这个责任？我跟伟茂啊，当然是我负起责任。明天早上。在这个整个工会，包括分会理事长都会到台北来，我们局长会跟他做2个条例里面做一些讨论。几名立委嘛要求交通部唔通再用类火车安内讲法。这是战舰，再过来，这是类战舰吗？交通部所做出的替代方案叫做客运接驳，我们不要用话术。拜托，不是话术，好，务实的告诉百姓。是那英文要怎么翻嘛？哈，你不用翻英文，台湾人民都看得懂国字。王国材表示，这个旅火车总共是派出255台巴士，差不多是开300万，乘客人数是超4000多人次。不过王国材是希望甲工会对话当顺利，唔当国安内状况再度来发生。记者张志宏、张良雄台北报道。来看宜兰管理街有一个倒弯的路口，真侪民众因为无拍方向灯互检举，罚款12块。有民众是认为讲，这路口一般人拢也准是直行的路段，根本就是一个红单的陷阱哦。要求警方甲县政府应该爱好好来检讨。民众开车骑车经过这路口去南洋大桥，拢无拍倒弯方向灯，被检举罚1000支。宜兰县自街道伫大桥省道南向大桥路口，则规定属于倒弯要号志爱拍倒弯方向，按过未少民众唔知影，就是直行，拢是无拍方向灯，引起机关伫县议会质疑，根本是红单陷阱，民众也无认同。对啊，那边本来就是要上桥啊，对不对？啊，直走还要左转灯哦，安尼无意思啦。应该直觉是不会，直觉是不会，就觉得它是一个直行的道路这样子。
根据警方统计，这路口无拍倒坏方向灯的违规，拢是民众举发。去年受理8件，今年1到3月受理1件。警方讲，这路口是 Y 字形交叉路口，互民众误会是直行，无拍方向灯，因为路权单位伫路口有指示灯，呼吁民众若用环岛路就应该拍方向灯，安尼才安全。不过也甲路权单位办理会勘，看如何改善这问题。那我们这边也是呼吁说，这个民众在行进间转弯，如果只要转动这个方向盘，就是去使用方向灯，这样子会让整个一个交通会更安全。或许我们会更早的入口更早的地方呢，设置一些标志或标线来提醒民众。路权单位依然县政府讲，这路口的倒坏户籍是因为确实是有主干之间的分别，而且属于倒坏行为才会设置。因为民众有使用记录，会用上紧的时间甲交通队会勘，建议伫路口搁较早的所在设标志或者是标线来提醒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南怀公路5月7日开始有条件通车，这几天有超过1万台的汽机车上山，嘛造成一寡乱象。驾驶的干部团上山去巡查，就发现讲有真侪粪扫哦，所以呼吁民众这路段是各山国家公园的管理的，乌白等粪扫会防处罚。分布搭伫道路周边，等了13档，总算等着南怀专线通车。有民众用空拍机记录着沿道的美景。3号是南怀通车了后第1个管制拥护的日子。公路总局第3拥护工程处驾驶公务单巡视着道路现况，发现沿道拢是保特瓶、早长的纸杯啊，搁有塑胶袋啊，等等民众乌白蛋的粪扫。今天的垃圾量就非常多了，像是这些保特瓶。还有口罩，还有这些塑胶类，都是这1-2天用路人所丢的垃圾。当地一个有条件通车以来，已经累积有上万台的汽机车入去，所有人无公德心，乌白蛋粪扫。嘉山公务团的团长陈振伟嘛提醒，当地属于玉山国家公园，乌白蛋粪扫有可能互人开发，嘛有游客出现着无应该的行为，造成社区的困扰。桃园区公所最近就发现车辆伤济，互当地不断出现着违规停车的乱象，嘛有骑重机的人乌白伫学校内底变数。本地的那个进出啊，他们也被影响到了，大家挤在一起了，然后部落里面的这个人数好，它的比例就很高啊。桃园区公所呼吁游客爱护环境，唔通甲快乐建立伫山区居民的痛苦观点，嘛唔通互经过13档较重新开通的南行，搁互人破坏。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咱来看花莲的寿丰乡，昨暗有一个查甫人骑倒摆经过台10个饼线，可能是因为落大雨看袂清楚，去弄到一只行伫路林的牛，结果这个骑倒摆的民众不幸死亡哦。警方已经找到这只牛的主人，在调查事故的原因。这件交通意外是发生伫初3暗时8点20分，一个住伫寿丰乡围外村姓陈的查甫人，伊骑后倒摆经过台11饼线11.5公里的所在，竟然去弄到一只黄牛，因为伊的头严重受伤，所以伫救护车顶悬已经无生命了。那患者主要伤势是在下巴粉碎性骨折，以及颜面部有其他地方有骨折的问题，很明显就是有大量出血的状况。附近的居民对这只牛是相似的，拢点点唔敢讲。不过警方也是掌握到饲主的身份，是住伫附近一对姓黄的翁仔某。伫现场嘛发现电网伤低，会针对管理不好甲罚。疏撞宠物影响道路安全者真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84条规定，最重可以处600元罚款。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如果是说有疏撞宠物或者是有饲养动物的话，平常要做好这个相关的安全跟围篱另外，造成骑奥多摆人发生事故的主因，警方会来甲调查清楚。假使饲主若是互认定讲有过失，安尼就会拄当着刑事甲民事的责任。花莲县政府伫去年7月规定，饲牛袂当伫省道200公尺内，违反的人就用罚1万至6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目前，阁有真侪高中、国中要求学生爱做好，就爱守学号；有的学校阁要求讲查甫学生就爱阁守名。人本基金会是质疑讲，这款做法违反性平法。教育局是表示讲，已经有要求学校就爱做讨论，嘛已经有部分的学校明年开始就已经取消守名的规定了。
下课时间，同学伫运动场顶运动，不过看名制服，查某同学清楚手机的名字，查某同学是干那学号。台南市教育局统计，目前所辖的高中以下学校，学生制服必须要秀名字的有79间，其中规定查某必须要秀名字的有7间。教育团体认为，查某同学可能有被标签化的疑虑。这个下意识呢，就会觉得说男生是很容易犯错的。所以呢，秀上学号以便于方便管理。那女生呢是很瘦弱的，她是需要受保护的。教育团体认为，毋可能为查某同学带来因素的困扰，嘛有违反性平法的疑虑。而校方表示，学校的规定方式已经进行真侪年，因为是要提供学生教学重要的身份确认。那这个社会环境不一样嘛，所以我们觉得也适时可以做一些调整。让孩子家长也放心一点，因为我是不 care 这个问题。会有坏人，然后就特地记你的名字，然后记你在哪里啊？男女同学看法无同款，不过普遍来讲，女同学较无希望身份被认出来，大部分拢无希望秀经的名字。而台南市教育局表示，已经函请学校来讲学生及家长的意见，经过校务会议通过了后来实施，嘛要求各校来落实性平法。那就性别平等的原则之下。还有保护的情况之下，什么样的方案是最好？我们让学校来决定。这一届新的学生进来，高一、国一新生进来就不会再秀了。目前包括洪文高中、安和高中等多所学校决议，为111学年度一下新生查甫不再秀起的名字，不管是希望会使依照规定，请制服秀起的学号来加强各校辨识度。记者台中综合报道。逐当的3、4月份哦，是迎迎乃至开花季节，嘛是香农要收蜂蜜的时阵哦。也毋过今年的3月温度较低，雨水阁真高，所以今年的蜂蜜哦产量是减少一半以上。可是因为疫情哦，真烦恼讲销量无介好，所以今年嘛拢无啥加起价。农民当无用咧收蜜，毋过心情煞是真沉重，因为产量甲英国比起来实在差伤些，200外卡蜂箱收无一桶蜜。以前正常是200多箱要采5桶，现在呢没有了，不到1桶。那现在采第2期了，这个是正常的龙眼花，到现在已经50、60箱才采1桶了。迎迎花开花时间差不多是当年的3月到4月，不过今年3月定定落雨，节节迎迎花拢互雨拍甲落了，就算有雕花，花蜜嘛无够。而且因为温度较低，芳土蜜少，这个原因加起来，毋但产量减少，农民嘛有可能收到糖分无够、水分上侪蜜。一般是说我们就是热嘛，热它就会有产生能量，它就会吐蜜。白天有28度哈，就非常正常。啊，今年白天26度、24度，没办法。今年这个地方没有人说采好，100多箱采1颗，要付成本啊。上下车一趟就2万多了。芳农表示，南投中寮有种真侪迎迎树，因当年大约3月就会来放蜂箱。不过因做这度是看天吃饭，若是蜂箱采落拄着环境气候无拄好，连成本都补袂转来。遐若要起价加减摊挂，搁惊消费者毋买，实在真无奈。记者综报道。真侪台湾人拢爱食鱼脯仔来补充钙质哦，也毋过中山大学研究团队检验亚洲7个国家的鱼脯仔，拢验出有塑胶的又辣又烈哦。日本的情况上严重。鱼脯仔是定定会当看到的食材，想袂到食鱼脯仔嘛会食到微塑胶，也就是塑胶的幼粒仔。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团队收集亚洲7个国家14项鱼脯仔的产品来研究，结果所有的鱼脯仔拢验出微塑胶的成分。日本、中国甲斯里兰卡是头3名，台湾甲泰国相对较少。其中日本的臭肉温一尾鱼脯仔就有2粒塑胶幼粒仔，台湾的丁香鱼脯仔平均爱食31尾才可能食到1粒。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小鱼都含有微塑胶，这是一个最大的跟过去的研究，大家都以为只有牡蛎啊、文蛤沿岸会有，但是这些很多鱼类是居住在比较大洋性的水中，竟然也有这些微塑胶都跑到它里面。
对显微镜看，会当看到哺乳动物当咧食塑胶幼粒仔。这种哺乳动物是细尾鱼仔上爱食的。其实海洋的微塑胶拢是搭入去海内底的塑胶粪扫，也是排放的废水分解出塑胶纤维佮脆片，经过食物链，最后转来咱人的食饭道。主要是累积在内脏，还有它的肠胃，还有腮盖。洪庆忠表示，虽望微塑胶影响人体健康，也未确定，因嘛是爱呼吁民众减少使用塑胶用品。若无，这的海洋微塑胶也是会食入去咱人的腹肚内。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来看南投信义乡的双龙国小合唱团哦，有一阵爱唱歌、佮真认真练歌的囡仔，因一阵哦想要去外县市比赛，也毋过因为经费是真伤脑筋。有民间团体知影，就提供赞助，望讲会当互这个囡仔无烦无恼来做因有兴趣的代志。古水的学生囡仔唱出响亮美妙的歌声。南投县信义乡的双龙国小合唱团虽然真有实力，不过因为学校的经费甲家长的预算有限，大家无通好大发展。本校的经费有限，那家长也无力来提供这个预算经费，所以我们透过一些同济会跟一些的善心人士来协助。同济会甲民间的善心人士知影因的困境了后，就来斗关注，希望互这寡囡仔会当无烦无恼，专心学习练唱歌。真的像天籁之音一样，对，非常的优美。然后希望说帮助一些偏远学生能够好好的学习，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我们能够有一点尽一点点绵薄之力，有这个机会呢，也能够伸出援手，能够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鼓励。另外，同济会也表示会来关注双龙国小的卡球队，希望这寡原住民的囡仔拢会当欢喜投入学习，好好来发展因的才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旭海有全国头一个合法的火箭发射场，前2日都有安排头一摆的火箭试射，也毋过因为天气无介好，一再延期。昨嘛，佮因为天气无好，又佮取消了。佮来上紧就要等到6月初，才会来佮安排咯。伫乌马马海岸边，阳明交通大学精闪火箭研究中心 ARRC 的团队人员，赶紧准备将整体为发射塔提出来，正好要运转来。原本今日要进行台湾第一摆双节火箭 HTTP-3A 发射，进前因为风速升过大，为初3延到初4，佮因为风雨大，互火箭航电飞控系统无法度正常运作，宣布取消。受邀参访的台师大学生等2天也讲真可惜。就是最近终于弄好，但是就是这2天都因为一些状况就没有办法发射，就觉得很可惜。HTTP-3A 是全球第一粒有飞行导控技术的混合式火箭，原本要透过发射验证火箭自主导控能力，按过万事起头难，团队要将火箭运转新的检修。那也确实就是真的有发现我们的火箭的航电飞行控制系统真的有出一点状况。那我们有尝试努力想要去排除它，但是其实最后状况还是发现我们没办法在这边有效的去做解决。给他们的一个相当宝贵的一个经验，我想这是反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屏东旭海的第期科研探空火箭发射场迄是国家第一个合法设置的发射场。不过，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表示，今日作者发现对天气掌握甲软硬体方面有限不够，等期会好好检讨。作为国家的，虽然是一个科研的发射场，还是有所不足。我们是主管的管理单位，我们回去好好检讨，让它更完备。因为发射基点牵涉交通部、国防等政治单位爱协调，所以科技部表示，会一摆申请许可试射，上紧可能要等到6月初。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美国的火箭实验室公司，伫台湾时间初3的早起，伫纽西兰外海头一摆来试伫空中，要用直升机到洛克上，最后是有成功来回收推进器。
后面叫做电子两段式火箭，伫发射成功了后，按照原本的计划，将国家客户委托34粒小型卫星送到基地球轨道顶悬。不过，这是第2只火箭的工作。第1只推进器伫成功过程中脱离了后，火箭实验室公司是做另外一项测试。After separation, it will coast on up to apogee, do a flip, come in engines first, accelerates for a while as it comes in, and then decelerates, getting very hot in the process. Once we're down to about Mach 1.5, we'll activate a mortar, which will deploy a drogue parachute. That will slow it down further, and then when we're down to 2 or 3 kilometers altitude, we'll extract the main parachute, which is a big 18-meter ring sail, and that will slow us down to a fairly modest velocity of about 10 meters per second. 按照原本的计划，业者会用一只 S-92直升机伫推进器落在海面进前，用挂钩交推进器的降落线，然后送去边的普通式直升机起降平台。挂钩成功交到降落线，伫任务中心的员工拢拍破欢呼。不过几秒钟了后，实验出一点小状况，原来是直升机驾驶发现交了后的负载重量甲进前测试有差别。为安全，就放定挂钩，互推进器落入海中，由另外伫边仔准备的船只做回收。后面做电子的两段式载运火箭，是业者研发的第1种太空发射载具。为2017年第1摆成功以来，已经有16桩发射任务，其中23桩成功，成功率接近90%。大部分是替客户发射各种卫星，或者是科学实验。另外，用中子后面第3代火箭，目前也在研发的初期阶段。除了伫重量更较大，也计划载太空舱，乘做载人去入太空的交通工具之一。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来看英国一只猫伊真介意对主人骑脚踏车四界乱扫电风绳。即摆伊嘛真做盲情，有真侪公司拢要找即只猫来去广告。主人骑脚踏车藏伫伦敦的大街小巷，这只叫做司机的猫坐伫车头，看伦敦的风光。主人利用运动摄影机翕伊微风领略模样。2年前，尼尔森为美国旧金山搬到伦敦，伊是伫洛杉矶使用这只有一身白毛甲迷人蓝色目睭的挪威新闻鸟。迄时阵，伊就爱带猫拍走。到伦敦了后，伊改骑脚踏车。虽然司机有听甲障碍，不过一点也袂影响伊吹佚佗的趣味。I wouldn't say that it's the reason why she does this well, but I think it complements her kind of like bold personality and kind of works for her. I often say it's not a disability for her; it's a superpower. It makes her a better cat. 尼尔森每礼拜拢爱载猫出门几啊转，转去了后，将影片上传到社群网站。有几啊支影片点播率超过400万次，真做有名的网红。吸引真侪鸟事甲宠物7多名公司寄礼品要求合作，不过其他要请伊代言的拢被伊拒绝。Get like fashion company requests and like jewelry companies and stuff, and I'm like, I'm not here trying to be an influencer making money that way. I'm happy to do it if it makes sense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use, but I'm not trying to swamp my users with ads. 尼尔森表示，司机个性真好，带出门时阵有人想要摸伊，伊拢袂拒绝。不过，甲狗仔拄着，都要将伊揪掉咧，才袂引起猫狗大战。伊阁讲，每一摆出门进前，会为猫耳仔吃冻拍糕，这大概是猫仔上无介意的部分。不过也显示，伊偌宝贝这只猫仔，伊阁希望大家除了关心猫的动态，也斗阵骑脚踏车做运动。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美国的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火烧山已经烧了个月了，因为风上头火搁弹开，当地政府是紧急撤离几啊千的民众。美国国家气象局初二已经对德州西部发布红旗警告，指出因为强风大扫甲气温等因素，爱严防火灾发生。我近的新墨西哥州是已经面临野火威胁，当地礼拜二吹起时速64公里的大风，互已经烧伫要1个月野火。新墨西哥政府连2天紧急撤离数千民众。I got up in the morning at 6, and at that time the smoke was still miles away. By 9 o'clock, 9:30, the smoke in the valley was so thick you needed a butter knife to cut through it. 这场大火到达已经烧掉数百栋厝，也不过因为风势变化伤紧，增加抢救的难度。好加在目前无传出伤亡。公司新闻徐婉莹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區上低23度，上懸28度。中部地區上低26度，上懸29度。南部地區上低26度，上懸31度。東部地區上低22度，上懸26度。華島地區上低19度，上懸27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